的事业满满是，人人的心肝拢想趁钱。工业社会大家交平平，目睭若闭紧就想要趁钱。我的祖公啊徛长山，过来台湾的烧火炭，嘛伫咧英国烧碗盘，了后家己咧卖豆干，豆干毋食爱食豆腐，家己食倒煞咧风请看牛。现在住伫咧市政府，伫做大官办公室。若要讲起着阮外公话，名当起搁乱撞，撞一个伤阳半小时，事后家己咧牵红姨，嘛有咧做迄落布袋戏，顺沙店咧做生意，透早伫咧卖豆泥，暗时夜市仔咧卖大面，大厅开店咧补喙齿，厝后伫咧饲大猪。饲大猪，搁大趁钱，发达现在伫咧卖番薯。上解骨力是阮外妈，伊伫咧城内卖鲜渣，嘛有咧卖迄落米粉炒，也嘛有伫咧放狗家。大囝伫铁路埔伫食头路，修理火车搁面乌乌，了后生伫咧机关库，专门伫咧顾火炉。细汉的电台伫食头路，咧讲咱爱听的俱乐部，添茶沏茶咧卖香炉，专门伫咧卖年糕。也后生上济是阮叔公，伊伫咧内山咧做番王，大叔啊伫咧卖水鸡，二叔啊伫咧捡田螺，三叔啊伫咧做土水，四叔啊会晓看风水，五叔啊伫咧分家龟，六叔啊专门咧养肥，七叔啊伫咧顾王仔埔，八叔啊伫咧卖面线糊，九叔啊伫咧卖酸醋，伊姑娘啊欠钱咧走路。大哥伫咧卖满钱，二哥五金咧拍锁匙，三哥10岁伫卖米，四哥掠掠咧分大米，五哥因厝咧卖电视，六哥市场咧卖咸鱼，七哥初用咧做牛理，八哥因厝咧车螺丝，九哥伫咧卖鸡卷，十哥伫咧卖鸭汤，11个是咧卖卤肉饭。万哥伫咧钓狗笋，上届有钱是阮阿伯，日时开店车批货，暗时啊伫咧掠水鸡，也嘛有咧做干水螺。五婆啊因厝咧卖花糕粿，因大囝咧酒店分布吹，嘛有咧做番仔火。上世出名是七拉开，世界的事业是万百款。安分守己头一层，唔通这山看迄山悬，打拼行行出状元，行行出状元。